the moon. It's the only light we see. 做慈善，香港人最醒，永遠都在世界尖端。Why? Because you guys are the generous people in town. 70歲壽宴點樣過？被譽為珠寶界中東王子嘅沈運龍，選擇借慶生之機，為港產國際人道救援機構共享基金會舉辦慈善拍賣晚宴。佢唔單止親自上場表演爵士鼓、獻唱歌曲，佢個女亦都貢獻出一幅以西洋技術配以金箔呈現嘅中國特色畫作，供現場拍賣，以行動支持父親嘅善舉。我自己本身咧有青光眼嘅，都相當嚴重嘅。咁我知道咧失明係幾咁恐怖，我就知道咗阿 CY 咧就幫過好多因為貧窮而白內障。我覺得一個好有意義嘅，就喺我70歲之年咧，我個題材係健康人生，繼續精彩。於是乎咧，我就覺得好想幫呢啲因為貧窮白內障致盲嘅人咧，我想幫佢開翻眼睇翻到嘢。我哋喺外邊13個國家4大洲嗰度以我哋中國人嘅名義喺外邊專門做公共衛生同埋醫療嘅公益。喺外邊我哋碰到啲病人最長嘅病史咧係失明32年，因為白內障致盲嘅病人咧喺手術完成翻屋企，然後第二朝翻嚟我幫佢揭開紗布。往往我哋測試佢視力嘅做法咧就嗱，我着住白袍，呢度咧有面紅色嘅旗幟，依面紅色旗上面有幾粒星，佢話5粒，我哋話你可以翻屋企啦。拍賣環節獲多位城中名人支持，其中香港大紫荊婚宴，香港國際集團創辦人楊宣西更捐出自己珍藏嘅50年藍色紫砂壺茅台作拍賣之用。珍品當前，競投氣氛熱烈。又係5千，係啦，後邊係5千。今晚拍賣呢隻酒咧，係2017年，即係香港回歸29年嘅紀念酒，真係好抵嘅。呢隻市面上係買唔到嘅。晚宴最終籌得善款70萬蚊，將全數捐予共享基金會，實踐國際醫療援助項目，包括消除白內障致盲、防控登革熱、清潔飲用水等。共享基金會嘅服務至今已經遍及13個國家，完成超過31000宗免費白內障手術，幫助患者重見光明。